宜兰的深沟村有农民家己拔的田边仔咧起农舍，在包厢煞甲地界看灯打起，红门土铺去到人遐，算断田花甲黄啊。而且亲像这款工程破坏农田的情形，伫当地毋是头一届发生。 看到家己水田的田花，去互边仔农舍的工程破坏，差不多6排的黄仔去互边仔农舍撒过来土引起。过当看到红毛土污染农地情形，农地防严重破坏嘛无事先通知，今后起中人还阁提2000块，讲是厝主赔偿的。不过这和宜兰深沟村做有限耕作小规模的农民是无法度接受。可是他们就这样直接就是把它毁掉了，让我们觉得。 就是很不能接受这样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比较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会把它恢复，这个是个误会。有人表示，规个过程拢是误会，毋是挑工破坏水田，会甲对方的水田恢复原貌。后续赔偿会当去讨论。农舍工程的包厢嘛，承认讲看唔到农地界线，不过这并毋是深沟村头一届出现农舍工程破坏附近水田的情形。小龙表示，农舍这几年起的速度比演过期真紧。 对做田人来讲，是产生真侪困扰。这1、2年来的农舍的新建速度是超越以往的。对你现在放眼望去，到处都在开，至少2、3盖，看得到的地方至少2、3个建案。案件数是跟往年差不多了，我们大概平均1年大概就是在300到400之间。国土计划还明年上路，有风社讲到时恐惊会限制起农舍。 敢是因为安尼，大家相热咧起，官府是好人。而且讲这几年起农舍资格核准的案件，平均是300至400件，并无明显增加。而且就算国土计划上路，只要符合农地农用的原则，农民要是会当起农舍。那尤其是将这个宜兰市非都土地的这个纳入民宿管理办法。另外，宜兰县12个乡镇市非都市农地。 唯独宜兰市非偏远地区，农舍未当申请做民宿来使用。有民代争取解除这个限制，对宜兰市观光的发展才较有利。官方嘛答应讲会做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